山哪来的感触？有时阵招一群朋友，也是甲厝内人做伙出去爬山。一行入山内，就会发现完全无相的风景。遐厝啊无看，楼仔厝无看，颠倒一丛比一丛搁较大丛的树啊，野杂天日，行啊行，驶来转去的山路一起行，规群人开始喘大气，毋但骹步变细，话声也变少。即阵才发现，不管身躯外口，或者身躯内底，咱已经受到影响，软入一个完全无常的世界。随着骹步海拔看野悬，咱就会搁再体会，毋是平地甲高山，毋是都市甲草地，嘛毋是街仔路甲荒郊野外下无共尔。咱的皮肤会感受到气温的小冷变化，树丛对阔叶呐变做尖叶呐，鸟啊对白头壳啊就莺歌换做红鸟啊，兽类也为碰齿强啊，佮掺入的高音声。毋但安尼，伫季节的变化中，山林的色水改装换扮，飞禽走兽也会对烧热，活冷寒。离开原地讨食的所在，悬悬低低，走陪因的形影甲吼声。那亲像人伫这片山林内，野头看叶仔，担头想草花同款。逐种叶仔有逐种形体，拢有伊飞行的姿势；逐种花有逐种色水，嘛拢有伊家己的芳开。一方面照着你我的肖像，共种共群斗做阵；一方面照着你我的无相，分别争夺土头家己的特别。搁一方面，无相嘛会当来相竞，亲像叶仔甲花，树密的把白，团粉的结子，自然生态也会共生得平衡。这款相无相，这款甲环境讨一喙食，这款你甲我的平衡。敌人简单讲，就是文化。共一群人表现出五群，我就是我甲你无相。你存在，我嘛要甲你做伙存在。甲你竞争光彩，分别色地，甲你运动拼输赢，科技比错误，艺术评水歹，宗教定是非。你看觅，阮看觅，我可深厚佮久远的母亲之地，自细到大，生命伫文化中浸信，伫文化中发家，无简单，人。只正做一个人。